我买一只笔耶，拿200个元，找50。用墨改笔写诗，写5撮诗就得用错了出体。我当想买一台电脑，不过阿爸讲这下没钱好买。我又唔系硬啊，骗我唔到啦。让天将爱先大胆，怎会入入去哦？准备爱过太路嘅下，一台马车向人冲过来，一下啊向后背跳去，结果佢系跌下嚟，一个不中打擦脚来下。